大家好，我係陳美圖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《倚天屠龍記》裏面張無忌究竟係點擇偶嘅呢？四個女角裏面揀邊個會好啲呢？倚天裏面候選老婆有四個：趙敏、周芷若、甄妮、小超。趙敏同周芷若咧係兩個相對嘅角色。先講趙敏啦，有權有勢嘅富二代工於心計，帶住高手顛覆中原武林，偷襲昌三豐，囚禁六大派都易如反掌。但愛上咗張無忌之後，同屋企決裂，改邪歸正，智商同能力亦都急劇下降，輕輕鬆鬆被周芷若嫁禍。哇！本來得佢善人嘅啫嘛，居然變到人哋陷害佢，仲要其他人幫手先可以沉冤得雪。周芷若就啱啱調轉啦，一開始溫柔善良白蓮花角色，俾師傅逼咗佢發咗個毒誓之後呢，徹底魔化，武功急增就可以話佢得到武林秘笈啫。但係佢連智商都急升，落毒害人，將甄妮毀容，連趙敏都俾佢嫁禍到，證明咗一個人嘅正義感同智力係成反比嘅。至於受到最多男讀者歡迎嘅，一定係小超啦。小超都聰明噶，為咗幫阿媽得到乾坤大挪移嘅秘笈，扮醜喺明教做臥底，連楊逍都俾佢呃到過。但係小超從來都冇憑手段企圖去控制張無忌，而係一心幫佢。呢一點係趙周兩個都不及嘅，所以得到眾多男讀者嘅支持。講到尾，其實都係相宜情意結，希望有一個才貌雙全嘅妹仔，一心一意咁侍奉自己。而甄妮呢，就冇咁出色啦，不過有一個位相當有趣。甄妮係小超阿媽個徒弟啦，小超被逼移民波斯之前呢，同張無忌講：公子，你唔好再掛住我啦，甄姑娘跟咗我媽咁多年，對你一往情深，好啱做你老婆嘅。點解佢會推薦甄妮呢？其實喺小超心目中，甄妮就係自己嘅小號，樣樣嘢都比自己略遜一籌，而自己做唔到嘅嘢呢，可以由甄妮代勞。例如小超要做臥底冇得陪住阿媽，就係由甄妮嚟陪嘅。咁小超要去波斯冇得嫁張無忌，都可以由甄妮做嘅啫。相比之下，趙周兩個就太有個人特色，當然得唔到小超推薦啦。大家都知張無忌最後揀咗趙敏。喺舊版倚天裏面呢，張無忌只係愛趙敏一個，其他三個都係炮灰。到第二版呢，張無忌雖然都仲話自己對趙敏刻骨銘心，揾唔到趙敏就寧願死啦，但後記就多咗句：張無忌心入面究竟愛邊個多啲呢？恐怕佢自己都唔知啦。再到新修版，金庸加咗好多段落，描寫張無忌對四個女仔都中意嘅，甚至到張無忌跟趙敏去咗蒙古，都仲有一段講佢喺度幻想，可能有一日剩低個三個都嚟揾我呢。喺後記度，金庸話：我相信人生係充滿咗偶然嘅因素嘅。張無忌雖然同趙敏去咗蒙古啫，但係周芷若可能會去蒙古揾佢呢，佢又可能同趙敏一齊去波斯揾小超呢，都可能喺西域遇到甄妮噶。唉，原來年紀大就明白到男人係冇辦法專一嘅，就算買定離手，佢都依然會落注落個圍色度搏多一鋪噶。